车也有人坐的车，办教育学校用车刚好可以开来载客，有人车还要转车，有人坐的车不用转车。棒好棒！哦，关到天皇学院，六龟天关神在天台山。哦。有人坐了车接送大家。哦。好棒啊！佛山祭祖那个大典，柳营佛山观音祭祖大典。哦，游览车也这么多嘞！哦，游览车要搭，要转车。有人坐了车不用转车。哦，感恩啊！谢谢。